这新历年，民众拢要来抢好彩头。伫南投德山的指南宫，就有人咧分钱宝，有民众是12月27就来排队等要领。另外，伫台南永康的火车头，也有真侪人来排队买新版本的永保安康火车票。3、2、1。 伫咧倒头顺当中，长长的人潮开始向前。今年南投德山指南宫钱母发放，有民众5天前就提早到现场来排队，直接伫咧指南宫周边来录影，都是为着抢到新年的好运气。对，就27号。27号下午才来。排到现在多久了？就是大概5天吧。庙方表示，因为今年是龙年，排队的人潮也比往年搁较侪。元旦早起，排队的人潮就超过了8公里长，初步估计大概有10万人。昨天晚上大概傍晚就已经将近5000个人来排队了，现在已经一直类似已经排到满了，所有停车场都爆满，比往年都多，因为我们一直有预感今年人会特别多，因为龙年嘛，所以我今年准备4500几粒的这个金鸡蛋，金鸡蛋里面都有奖项。 没关系，大家呢如果没有拿到金鸡蛋，最起码你还会拿到我们的纪念币、我们的钱母。伫咧台南永康火车头嘛出现着人潮，为着就是来抢到这张火车票，因为台湾铁路管理局转型，今年元旦挂牌成立国营的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，原本卖票的单位是台湾铁路局的火车票，将加入历史。这次买几张？总共超过100张。因为今年1月1号开始，台铁已经改制成公司化，所以我们发行的这个纪念票也有做一些小小的更改。本来是台湾铁路局，那这个纪念票改成台湾铁路这样子。因为台南市的永康站到保安站的永保安康，名片是咧硬卡车票，因为有吉祥的意义以及纪念价值，真侪民众抢买收藏，都是希望留下纪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